喺唔同嘅世代，人類無時無刻都要面對一啲比我哋變得更快嘅傳染病挑戰。但揾到一啲具前瞻性嘅方式嚟預測事態，就可以令一啲災難性情況得以避免。透過了解傳染病特性，建立數學模型，對疫症傳播同擴散做研究，就可以找到有效控制傳染病的措施。何博士嘅研究團隊研發咗新嘅數學模型，可以有效咁觀察到即將要爆發嘅疫情，仲可以模擬到唔同疫情控制措施下會帶嚟乜嘢效果，從而可以有效地分辨出最佳的疫情控制措施。2019冠狀病毒係人類遇過最棘手嘅疫症之一。何博士嘅團隊透過研發數學模型，最早發表有關2019冠狀病毒嘅準確數字，而獲得廣泛認同。喺疫情爆發1個月後，何博士嘅團隊就已經準確地推算出基本再生數。有關論文今獲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引用，對制定日後保持社交距離同病床供應等措施起咗好大作用。此外，根據其他地區嘅數據，喺 Omicron 變種病毒傳入香港之前，何博士已經準確估計到佢嘅傳染率同埋死亡率。除咗2019新冠狀病毒，何博士嘅團隊仲利用數學模型為唔同地方嘅傳染病作出精準嘅預測同埋分析。喺2015到2016年期間，何博士嘅團隊針對喺安哥拉爆發嘅黃熱病疫情，發現有效嘅預防性疫苗接種措施。喺黃熱病疫情下，大約拯救咗當地約3200人嘅生命。呢篇論文更加喺國際傳染病監測學會中獲頒生物監測傑出文章獎。要研發可以準確預計傳染病趨勢及數據的數學模型，其中一個困難就是如何令模型簡單又可靠，將數據分析變得最簡單化又合理，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標。喺2015年4月，當寨卡病毒疫情喺巴西開始嚴重爆發，而且有擴散跡象，何博士嘅團隊就創先提出用一種新嘅數學模型去預測到底寨卡病毒同時透過蚊及性接觸傳播會有咩影響。何博士用咗1年時間去了解寨卡病毒嘅數據，並喺2016年6月發表咗關於寨卡病毒嘅研究結果，發現透過性接觸而感染寨卡病毒嘅傳播途徑會增加疫情爆發嘅規模同埋延長爆發嘅時間，成功幫決策者揾到更有效預防寨卡病毒嘅方向。想有效建立一個分析到傳染病數據的數學模型，是需要有知識去理解數據，了解不同傳染病特性，不可以只是一味自己埋頭計數。除此之外，佢嘅團隊亦幫香港嘅公立醫院深切治療部現行嘅運作模式作出研究同埋分析，再提交準確嘅數據，令醫療服務嘅質素可以因應有關嘅數據分析而有所提升。何博士透過數學模型準確分析唔少傳染病嘅走向，從而制定更有效嘅醫療措施同埋政策，拯救咗更多嘅生命。世界因為有何博士而有所不同。